伫咧古早以前，台湾人若要起一间厝，普遍拢爱先找大目师。大目作就是起新厝，也是老厝要整修上主要的基础工作。简单讲，大目作就是将一个建筑物顶悬会当载重的部分甲结构甲做伙，亲像厝顶甲门梁等等。若要有这种杂白的功夫，传统的大目师就要经过3年4个月的训练。若准师傅和师仔去摕高笑，这就代表会当出师啊。高笑伊就是咧记录高赞的笑。古早时代因为无伤多器材去做这个代志，所以大目师会用高笑这个部分，先搭刀顶来画寸笑，记录伫高笑顶悬。除了咱画高笑了后，大目师还有一个上重要的工课项，叫做刷目。刷目的部分就是把咱的高笑的顶悬的寸笑刷到条仔顶悬，刷了较互师傅来插。厉害的大目师除了起规间厝唔免用到半支钉仔以外，上高的就是伫咧起厝的时阵，就会当看到以后的问题，先来做准备。做一个所在，你就要设计什么茶，较优秀的物件，咱就会紧较袂翻挑、袂变形的茶。若种比如讲，伫咧厝顶的所在，因为厝顶热当冷缩较侪，所以咱这个茶做较春秋较大，互咱的笋头会当来随着咱的季节来做变化。到底大目师爱捌偌济美角？台湾的大目作又可有啥物款的故事呢？是安怎？这个已经传承100年的大目作工法，竟然佮比现代建筑物佮较耐操，佮较用力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，这是台湾款，我是主持人嘉豪。也常常听人讲，这慢长高楼是平地起，大声爱做是拍地基，一站一站做好势，咱才法度爬起哩。就亲像咱人老老实实，就唔通投机。也讲到真侪个传统建筑啊，咱拢讲吼是无用一支钉啊落去做，拢是用这拍榫的。啊，讲到这拍榫的，这是其中有真侪眉眉角角。今邀请到2位内行人来到现场，甲咱开讲。头一位要邀请的，就是咱台南市大目作技术保存者陈天平，咱的平师啊，欢迎平师。大家你好。第二位要邀请的，就是咱的平西的徒弟啊，而且是伊的后生哦。欢迎咱的陈基伟阿南师啊，阿南师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南。一开始请教平西啊，听讲哦，你有物件要互我考试一个心。有啊，我现场有查来啦。查来这就是讲，你家试看卖，看你安尼。我无计数的，有诶，你安尼有法度通去斗起来。好，我来斗看卖。这就是咱一般讲，就是要拍榫，就是这个物件嘛，对不？因为这是有结构作用啊。安尼我斗落去这地就敢若加出来，你知无？唔对，安尼唔对。安尼唔对。因你这有写较薄呢。对。有大细方的啊。是。好。安尼。对。对不？对。这地是咪佫加？太多暗啦，太多暗咯。袂使上暗上，甲你拔袂起来。上你，甲你我这拔袂起来。好，艺术肯定。艺术。呀呢，我想要请教老师吼，就是讲，假使讲伊这是一支较细支的条啊，吼，这你插起了，佮动这地啊，因为你是会较写较薄，要互伊会当落去，所以到时阵力是为遮快吼，为遮快落去。唔是，不是唔是。这吼，这，因为这个吼，这个所谓这个叫做烟袂顺，
演袂顺，演尾就像鸟啊，演尾啊，安尼，啊，伊即个拄啊一个卡关卡咧哦，入去吼，咱入去啊吼，安尼入去啊，缩落来，倒咧，啊你倒咧，伊会落药啊，安尼要安怎？啊，就是讲有一块咱无咧用电啊，的原因就是即块，吼啊，讲推啊像这个大大仔猫咧，哦，你要甲摕起来哦，你着爱动用着啥落正，甲遮的。遮底遮的物件拢落了，较摕出来。啊，无你都无才调啊！你用叉啊要硬甲撬，你嘛无才调。啊，即个用度，就是讲，咱条啊，因为我会设计做安尼，就是讲啊，较早921哦，9伊地动了，啊，阮迄个检修即款倒落的问题，啊，就是因为这条啊吼，到伊电管要出去，互迄落砖啊壁地条的时阵，是到迄个大通啊，迄个叫做大半通啊。啊，但是伫3米到涂骹这3米这个大中间，伊无补助，所以地动一个摇吼，迄种按遮脱离开啊，砖啊含这脱离开啊。啊，所以我毋知。来伫陈美堂咧做的时阵，我讲因咧拢条啊，拢木做啊，我毋知来想这个办法来去加强。啊，这个就是讲，这支，吼，咱这个道理，这支条啊，吼啊，徛好的时阵，伊即摆倒好做图，以前是干咧雕一支尔呢，我有算啊，头60公分一支啊，60公分一支，啊，倒来了，吼，像这安尼真就好。啊，这个就是因以后砖啊当包起来啦，啊条啊是一半，这个条啊是一半，伊的包条啊包一半起来，一半伫壁内啦，啊，所以这伫内底，互砖啊地咧，伊就若咧地动咧摇哦，伊是对着壁，袂讲个人惊个人的啦，你若无这支就对啦，伊砖啊惊砖啊的，啊柴惊柴的啊，啊伊就脱离开啊。问题是出伫安尼，出伫对啊。也安尼，我问一个较粗浅的问题啦，吼，就是讲老师是做这大目屎啊，这对一个建筑来讲有偌尼啊重？时代也无共啊吼，啊你算讲较差不多100当100，咱也无建筑师啊，啊嘛是拢大目的啊，啊大目屎就是咧。注意讲，顾头顾人要讲如何，就是讲出头出尾，看头看尾啊。吼，根本若要做，我若咱咧行路行咧顺工地吼，要做的几率，嘛是有啦，但是较少。啊，所以做大目，做一个换头的人上注重，第一就是安全，第二就是做工课准度，第三。这个工期一定爱保护，你无论是现代甲古早，嘛是拢有工期的问题伫咧。啊，无你甲一间厝起咧10外档，起咧100档起袂好哦，吼对毋对？啊，所以若做大目屎，占在伊的责任吼是专顾这个工程，这第一项。吼啊，第二项就是讲这个工地，吼啊，第三个保护这个工期，啊来较有来较渐渐进入讲来分这个寸尺。大目屎最重的就是重这个寸尺，总工程重这个寸尺，哦，保护这个寸尺莫有走去。对，因为迄个寸尺若走去，有可能会影响到规间厝，伊会当就是讲会砍咧地动，啊是讲无法度去记载迄个重量，对无？迄唔是安尼尔呢，因为你规间厝走去吼，有还佫牵连到地理问题啊，因咧会。古早人伊咧对地理问题足重的，你合金线你又走去，你代志大条啦。哦，对呢。系啊，合金线就是咱主五线，吼，较即卖拢火化，迄较早人咧用棺材，迄嘛是拢有合金线，迄条线就是咧对啊。对正。系对着正。啊，起厝嘛是啊，啊起厝是起互活人大，啊合金线是互死人大，安尼尔差别安尼尔。啊高定寸尺啥物事，你嘛拢爱掠甲非常标准啦。我想做一个大目屎一个换头，你搁到我头脑老师做另外一回事，责任才重要。
其实咱常常拢听到讲吼，迄个做迄款传统的这建筑，这个大木啊，咱就讲到一个叫做贴斗，另外叫做一个叫做层斗。是要当请咱阿南师甲咱解说讲，什么叫做贴斗，什么叫做层斗？哦，其实贴斗甲层斗对于主要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伊的结构就是用姜啊、竹啊。用刀啊来贴起来，起来就叫贴斗。啊，层斗其实有的人会叫层斗，伊就是有滚下机环通加条啊，用层的用刀的起来组合起来安尼。对。啊，安尼请教阿南师，就是讲，我这张相片摕这敢是层斗？嘿，迄层斗式，嘿，层斗式。是，所以伊其实有像迄个层斗啊，甲有讲限定讲，伊这层斗是比如讲像即支家撑过去的意思是？其实是无共方向的。无共方向。嘿，你头拄记的是，你即马看的图面上无，底的是条啊嘛，但是换的迄铜板，铜板是用遐个铜板来撑遐个条啊安尼。啊，但是你头拄比的迄是叫劳工鞋。迄是无共的。哦，无共的哦。对。安尼撑斗是撑斗位，你会当甲阮记出来。OK。哦。人咧讲的撑斗吼，其实就是这条啊，这叫条。啊，这叫铜板。吼，咱的撑斗就是这个条啊，和这个铜板安尼撑过，啊，搭一间的屋架安尼斗起来，啊，这个叫撑斗安尼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安尼，老师我顺续搁请教一个问题，就是讲。究竟迄个床爱床偌济，啊，中迄个跨度是安怎去计算出来？其实早期的大目屎吼，无像即摆有诶人咧讲的结构计算嘛，所以大部分的大目屎拢自细汉就开始培养因对结构的观念，所以大部分遐的寸尺，除了以人迄前早期的讲的迄个尺白寸白以外，佮靠师傅靠即个大目屎伊本身的经验，伊捌做过啥物厝，伊家己的经验讲，我即支桶爱偌宽爱偌大，较会当挡着而且结构，所以伊无一定是讲吼，你爱穿偌济，但是上主要就是伊咧穿的时阵一定爱搭即个结构，吼，足密的安尼搭结合起来，啊，互伊用安尼，是，所以其实。英国师傅较无迄款科学的观念，无迄款力学、力学迄款概念嘛。但是伊自本伊做迄个经验，家己累积起来。对。安尼拄只阿南师手头迄张是床斗，我看咱这张是叫做贴斗。平西请教者，这是安怎贴？叫做贴斗。贴斗就是伊这个斗伫遮一斗两斗，这斗另外伊遮贴就是咱。这大桶若先斗起来了，来的大桶龟啊，伊就坐落去啊，坐落来贴就第二，就照一个斗无吼，伊这斗看要几斗，啊，伊这几斗，毋是讲咱爱要用几斗就几斗，是这间庙的神明哪有关系啦？你要起偌悬，啊是主殿，伊还佫有分啦，所以无一定讲就贴几斗，变啊是。伊这话讲贴斗，啊话讲坐斗啦。啊你若像这个位，像这种这粒话，伊这是含这粒是连做伙的。啊话是分开的。啊这就贴两斗尔，啊就一贴、两贴、三贴，像大南大天河江伊就贴到9斗。9粒斗。啊所以这伊贴两斗尔。啊这粒这贴，一直贴，看伊这个悬度够偌悬，啊，就一直加，啊，你若愈济，伊这个2斗啊，或者3斗，这你来看，伊若搁加一粒斗，甚至这就搁愈悬起哩。啊，所以这是干那做3通5回尔。啊，你若像大南就去做到7通啊。你看伊爱贴几斗。所以讲贴斗就是安尼，所以这张就是咱所讲的3通5回这3通5回安怎算的？这3粒通，啊5粒龟，即2、3、3、4、5。3通5龟。所以其实老师无讲，其实咱去到庙里，干那打头看讲，这做甲真水、真精彩啊！唔知讲其实其中有真侪眉眉角角。对。啊，还佫伊这看你看3通5，这安尼讲是拢头足少人咧讲3通5龟啦，拢讲贴斗啦，贴斗。啊，你伊这嘛，这是上界标准的啦。啊，你若搁
加大诶，就佫无共安尼去啊，迄就佫过计算啊，迄就佫过计算。对，呀，安尼我想要请教阿南西啊，就是讲吼，咱即个铁道啊，当然啦，是讲吼，看起来就是讲，当然迄个所在会当互伊做较素面的。呀，那在即个部分哦，通常会做啥物款的装塔伫顶头啊？比如讲，咱一般的铁道来讲吼，伊的构件有所谓的塑啊、甲姜啊。咱的塑啊，你啊，譬如讲上最简单的，伊通贴一道的尔，咱看到顶悬伊一支塑啊，迄叫肥塑。哦，伊你若准是一般的弯塑，伊就平面。啊，但是伊有做法，你搭看伊的相片看个有小可碰碰的，伊其实有小可调伊的形，调出来，互安尼肥肥，这叫肥塑。啊来，伊若准有贴2粒豆以上的，伊一支肥塑啊落来了后，会佫有加一支花姜啊。你看上后壁，嘿，你即马手机的，迄就叫花塑啊，嘿，迄就叫花塑啊。但是迄佫无共。比如讲，即支肥塑啊，加即支花塑啊，伊若有连做伙，迄支下做塑水。我随你去的迄支水，迄个水你去就那个水，对，迄叫塑水。塑水啊，伊若准2支粉开的，迄就叫花塑啊。哦，落尾甲倒起叫做花塑啊。毋是，伊若准像伊即马目前2支连做伙，迄叫塑水。啊，伊若准无连做伙，迄就叫花塑啊。单独的，伊分开啦。伊讲的就是讲。即个故事，你即个若要讲落来，互单独的名称，或者原作啊，你才钱袂落啊。所以伊甲即个钱含即个连做伙，迄个做缩水，啊，就是对人的意思就对啦。哦，啊，就是讲伊缩水的对人都爱连调的安尼啊。哦，迄有分，迄足济来，迄问题足济。除了你头拄讲素面的以外，素面的伊的构件的名称无共。以外，伊也佫有分做伊的有叫关刀姜，伊做着哪关刀就叫关刀姜，伊若插花就叫花姜。伊的名称有的时阵伫伊的位置无共，就有无共的名称。共款物件。咱这是节目的头一拍，头几位我拢安尼伫咧看师傅安尼，嘴安尼目睭天大，喙开开，想会到吼讲到这个传统建筑。咱行到庙内面啊，有当时是目睭看神明，所以拢减少真侪机会无目睭看这顶悬。听这老师一甲咱解破了，才发觉讲，这内面有足侪眉眉角角。不过咱即拍先小休困一下，其中真侪这机关藏伫仓库，其中表演过的这部分呢，咱小休困一下，客厅继续来讲。讲到这个做大目啊，头拄则咱甲咱平西阿南西伫遐开讲时阵，哇，这资讯量有够大的大吼！啊，其实今仔日来到这个所在，当然啦，就是代表观众朋友要来甲2位老师讨这个宝贝吼。来先请教到平西，就是讲这个所在是便是叫做生美堂。你若是啊做这个古迹修复的时阵啊，其实这内面有真侪眉眉角角，是当请平西甲咱小讲一下。因为这个吼，这个生理堂哦，无伊动用着咱政府的钱，是因家己咧修理，所以有当时有一寡较早的师傅想无够的，吼，也是结构上有问题的，吼，我会甲加，袂使甲减，吼，加是加伊结构的安全，你像伊遮，伊是3支出架吼，这叫做架。哦，这出架哦，伊较早是2支尔，但是迄阵袂拆的时阵，我甲伊看一间厝，这安尼那大间，啊，感觉足难产啊。就是像迄无本钱安尼。啊，我所以讲，啊，加甲吐一支起来吼，哦，安尼起来看到像抬头挺胸，足大班。吼，啊来，咱咧修理你看吼，伊这拢旧的，哦，咱旧的，啊，这画新的画旧的，迄就是拍伊了，我甲伊换起来，甲换新的。啊，你像这只狮啊，这要讲这只狮啊是安怎开拢换新的？伊就是用头壳的啊。哦。伊用千斤一个铁人哦压悬了，啊，同我甲抽伊啊。哦。同我互头体伊啊。啊，头体到阮去修理哦。这铁人还个伫啊。啊了后，我即摆来改造用这只落哦，我就同我用个榫哦，做榫哦，更贵。像我铁钉啊，甲你钉咧，啊，看你搁要安那去头体，
啊，应该讲啦，伊下头的这只拄啊，因已经100年啊，这间厝啊100年啊啦。逐位所在都拢啊，里里落落，里里落落啊，较有较简单啦。啊，你若是讲完全真的哦，要举甲会起来哦，有那就真举咧。哦，啊，你来看啊，阮伫遮这都做好看，这拢旧的嘛。啊，事实上我咧修理哦，我是修理的占较济啦，做新的占较少。啊，因为阮学的哦，嘛是拢学修理较济啦，所以阮对修理哦。保护这旧的物件，我较巧爱讲，这个物件来当保护落来，我尽量给保护。用旧的就对。用旧的，靠迄个味啦。啊，无你用新的啊，都新的。啊，你就是用新的规定用新的做咧。啊，伊这个用起来了后，你入去看迄个感觉，你若有时间哦，去甲参观甲看，伊就是有新有旧。大小强用看着讲啊，无钱啦，无开遐拢无油钱，拢就来放后生有旧啊无，啊若无啦，意思即卖人个观念讲啊，拢规切落新鲜，无水水啊。啊，但是你若家愈看吼，迄个感觉，你讲的主持人，你讲的讲迄个感觉，你就会感觉会出来啊。迄个美感嘛，阮是尽量来保护啦，保护遮个旧的物件。毕竟遮个物件也拢几百年啊，嘛是达到咱迄个怀念。对。呀，安尼我顺续请教明师啊，就是讲吼，即款建筑内面这结构伊是用茶做的，在恁的修复这过程当中，这个茶通常拢是遇到什么款的问题，咱才爱去改翻新。大部分哦，咱传统建筑的物件吼，拢是无人咧大开歹。哦，无人大才歹。对。因为咱有人咧大，你发现到问题，你会去修理嘛。啊，无人咧大就一直放久在去啊。啊，放久在去，来卡到地冻、落雨，茶上惊就惊淡尔。吼，茶上惊惊淡尔，伊无咧惊啥。吼，啊，你即摆就落雨、地冻，即摆落雨落一直卡，啊，无人咧大，迄涂沙粉啊，就是咱传统建筑较名顶悬拢是迄花土啊。啊，遐啦，有诶无诶啊，种啊，啊，伊落一直坐，一直卡。啊！你即卖卡伫因真固件真顶悬，卡伫真就种卡伫真硬，落雨来流落去，伊只甘水啊，啊，就咧烂啦，啊，咧烂就开始，就是咧白遐个门窗啊啦。啊，所以啊，佮地冻来年久月清地冻来，佮一个摇落，啊，就好了啊，就去啊。吼，啊，你若像旧到92迄个大地冻个。啊，因遮嘛是差不多92迄阵啊，落一个上正力啊。啊，因就是因这就是一个家族的啊。啊，无法度啊，话要收话唔收，话有钱话无钱啊，就下落啊。啊，到尾因为家因较来种植起来，毋得就来收。哦，啊无就讲茶，你若种有咧继续像安尼空间好啊，空气好，伊茶较久嘛用伊啊。啊，伊咱若有咧开，有咧创哪吼。有咧创那开起来，伊读讲，你发现到物件又歹，嘛足简单啦，去修理就好啊，就无遐个代志啊，就喊人共款啊。细坑无补，大坑就叫艰苦啦。对。呀，安尼我想要来请教阿南师啊，吼，就是讲吼，恁在这个古迹修复这部分啊，其实文资法这条法律啊，当然是希望讲会当保障这个文化资产的物件。不过以社会角度，有当时啊，文资法顶到甲恁绑掉的是。这有时阵咱会有一个足艰苦的所在，就代表，譬如讲，早期阮老爸有咧修理台南某一间古迹，伫咱传统工法的时阵会发现，其实咱的传统的建筑物有伊应该有的形式，譬如讲后壁爱起桥，也是爱站管这种物件，但是伫过去因为足久无修理啊。变成讲，伊可能某一部分后移歹啊碎落来，但是文资法伊有的时阵，伊就讲不得改变现状。啊，有的去调查的时阵，就讲，伊旧底才是碎落来，咱就爱做照顾旧底碎落来来做等于。但是对咱传统建筑来讲，迄是唔对的。所以变讲这部分的时阵，你若准无正经的调查清楚的话，其实文资法会打人该有的物件的时阵，颠倒是破坏掉。这是一部分。啊，第二部分就是文资法
讲较直接的，就是讲，譬如讲，咱即马人的大部分物件，修法咧修理嘛，用文资法，用政府采购法，政府的采购法来发包。那发包早期有一阵仔会讲是我个人认为啦，应该是伊落个一个一张大财团，因为伊拢是用上低价效来发包。等到你想看卖，你原本你的该修理这间厝的时阵，你原本都爱有一定的时间、甲经验、甲工期，但是伫文资法的采购法之下，我变成讲站类下价效，下价效，比如讲你都无遐资源，正经去修理这个厝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就是讲有一寡物件，文资法伊要保存的，除了是保存咱这个硬体以外，其实咱该保存的，佫是一个软体，尤其是像即马有囝传爸、爸爸传囝这件物件，但是咱拢一直咧用保护的想法，一直保护。但是你要开放新做的所在，互后一代来学习，变成讲后一代伊空会晓修理尔，但正经要做，譬如讲要安怎，你要安怎安对一间厝安对涂骹底一直去到厝顶，你要真正咧实施的时阵，你根本唔知影你的美感伫倒，你结构的想法伫倒，这就是比如讲咱文资法一直用保护的想法，但是你无想到讲你软体部分是毋是？搁爱思考要安怎用较好的方法，或者技术有法度，搁继续传落去。因为你无先做的所在的时阵，你根本你都唔知做的迄个技巧伫倒位。对。咱这边烦恼，我若起庙的时阵，我一定找你来斗做，讲生笑的啦吼。当然我想要搁请教一个问题啦，就是讲吼，因为亲像文资法而且嘛是有伫咧宣导一个概念，讲吼，以旧修旧就对啊啦吼。其实我因为捌看过迄个鹿港的梁山寺伫咧做修复吼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想要请教师傅，就是讲，若准讲内面这支挑吼，这支牛，伊若是出问题，甲伊换掉的时阵，通常恁会安怎去鉴定？比如讲，伊本地伊即个茶，假使讲伊是稀土器的，恁敢会讲找一个类似的，还是讲同款的材料，甲伊换倒转去？或者是讲，即马即款的材料，在即马的社会当中袂当用的时阵，你要用啥物物件来甲伊替代？其实这要用啥物茶吼，阮做现在的古籍的修复法之下。阮大目屎看当做建议，其实真正的要换啥物茶，拢伫建筑师遐决定。但是阮会提出阮的建议啦，譬如讲，这支茶吼，因为咱文资法有规定，你这支茶你伫修复古籍的时阵，会较严格的要求，你这支料你若准无损害到50%以上，你是不得换的。你是会当用修理的尔。但是你咧修理的时阵吼，咱的文资法嘛有规定讲，你爱用。你若准会当尽量，就是讲，你譬如讲，你即支原本是稀土器，你就用原材料去打修复。但是像即摆的稀土器真诶限制去处理，所以变讲，人就去找伊迄个性质较相似的，譬如讲越南稀土器啦，去代替伊，就是伊的性质较相似的物件。伊若准譬如讲伊是三马，咱就找三马类的来打调换安尼。再过来讲，就是讲你要调换这支料，你要安怎去判断？第一，你就要看伊敢有迄个历史的价值，甲伊艺术的价值，甲文化的价值。你这三样考虑了，伊若准拢有迄个价值，你对不对伊别搭调换？因为第一，若准这支通顶原有彩绘，这嘛是足重要的文化资产，咱袂当清清彩彩来搭替换。假使第二，伊若准是佫是结构上的问题，咱是结构考量，伊的结构做第一个考量。伊若准是主要的牛、主要的铜，伊若超过50%，该换嘛是爱换。所以咱咧判断这支牛要安怎换，用啥物方法换，就是用这种方法安尼。其实这真。其中其实真侪眉角角，其实无讲咱真正唔知影啦。当然啦，要去一个咱即马所看到的古迹，伫英国咱这先人呢，因是用什么款的智慧来甲这厝贴起来、甲伊起起来咧？这真侪眉角，咱先小休困一个，较听继续来讲。
台湾400档的历史留落来袂少的古迹，毋过对着时代的演变，这寡古迹嘛拢渐渐啊廃去。看着这寡记录着时代记忆的建筑物渐渐啊消失去，有一群人就开始拍拼用传统的大木作工法来修复这个古迹。古迹咧修理的时阵吼，伊足要求迄个形体袂当变，伊的工法袂当变，甲伊的榫头袂当变。啊，咱也准一般像即马咧历史建筑咧修理，吼，你也准会当的话，大部分拢是讲用砖布落架。例如讲，若像咧灯起安尼即个工法甲伊的技术，较有法度流传互下一代。即马伫台湾有超过2500间的传统建筑，可能拢需要用到大木作。毋过台湾的大木师无到100位，这是真互人烦恼的代志。人处在前，家己处而用。啊，人的技术你嘛爱知影讲，伊后会晓做的所在伫倒一个部分，咱就互伊做一个部分。啊，当然新手入来的时阵，咱会当互伊讲，互伊试讲每一项构件，伊倒一项较好做。啊，互伊一段时间了，较知影讲，伊合适的物件到底伫倒，啊是你的专长伫倒位，咱互即个师傅伫即个所在，会当发展甲发挥伊的专长。安尼上好。要互这款工艺会当继续留落来，可能毋是100个、200个工艺师会当做的，嘛毋是全部靠政府来收听就会当保留。上重要的，除了爱有人才、爱有支持以外，咱台湾人都爱会晓珍惜咱身躯边一寡宝贝，会晓去欣赏，这才是将大木作这款工艺留落来上好的办法。人讲机关藏伫仓库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咱今仔请到2位师傅来到现场，当然是要来破解这起厝当中真侪眉眉角角。是毋是当请评师甲咱介绍讲吼？在咱桌面上这物件足侪以外，上较重要还佫一支，这支是咧创啥？这支起厝哦，若无这支也真歹用啦。安怎讲？因为这较早拢讲这支，因咧讲甲安尼。像会飞天正地安尼，事实这是一种记号尔啦。记号尔。系哦。因为譬如讲，咱一间厝条像多迄个图样底下，一支条啊遐尼啊济。啊，你若无这支高蹺吼，啊，你唔着不是常常遐牛。啊，是毋是讲我这支高蹺一个标准？哦，我拢只写伫真啦嘛。哦。啊！你拄仔咱看迄条安尼坐机啊，啊！我若要一支遐牛，啊，就牛甲干那即遐牛就分离啦。所以我甲伊的寸尺搬落伫即支，啊！我即卖即支条啊做了，为遐榫头空，我毋免搭去遐牛啦，遐牛久目睭会花，啊！我就做一个盒来，即支举落合。哦，啊！你是毋是讲安尼落来？中一以外，前甲后这2支条，嘛拢爱共这个寸尺啊。啊，所以我举这支起啊，毋免搭去遐牛啊。哦，啊，安尼高蹺的用意就是安尼尔啦。哦，话咧讲啊，一支高蹺就会当起一间庙，把布咧起一间庙，对唔对啊？伫即点，譬如讲这间厝，我用遮尔，你延伸出去，伊另外爱搁放一支。哦，所以这个空间这个寸就是用一支，另外迄个所在还需要另外一支。你大电，咱大电无，你若像你去到迄个大电，就是一支高蹺。较早嘛拢常常讲这支会飞天正地，这支用意就是安尼尔。你讲伊无重要吗？啊，你无这支佫足歹做啊。无这支会歹做。会歹做啦。吼，那安尼咱请教阿南师就是，其实在今仔日现场炸真侪这物件，是不是会咱甲咱简单介绍讲哦？其实这做笋的迄方式是比较是较传统接用到的。譬如讲，像咱即马目前来看无，吼，这咱伫咱传统来讲较定看的，这叫做 MV 笋，啊，因老一辈拢叫哈利，因为拢接伫哈利，就是咱所谓的圆啊。圆啊，甲圆啊，咱像咱一间庙无，伊的跨径遐尼宽，顶悬有跨几啊支圆啊，啊圆啊甲圆啊中间就是用即种榫头，吼，伊就是安尼，哦，譬如讲，哦，这个一点较重要就是讲咱的
传统建筑有分民间甲厝间，若准以三规间来讲，有民间甲厝间。通常民间吼，迄间园啊，民间即排规排园啊，伊上边拢是做木的，这个是木榫，哈里榫的木榫。啊来厝间无，伊就用钢榫，所以咱会先打木榫扛起嚟了后，啊伫厝顶吼，即支钢榫较来开入去。吼，安尼伊就袂脱开啊！吼，这就是一般咱伫传统定用的叫哈里榫。吼，啊来讲到这吼，这种物件就叫五料榫。五料榫，五料榫，这种五料榫通常拢用伫咱咧烧接房，咱伫咱厝上外口外部口了，前口迄个所在会顶一个房，迄叫phòng煙房。吼。打人钱到放起来一个防烟房，啊伊嘛无可能，譬如讲咱民间12尺，厝间9尺，两个加起来30尺，遐尼长无可能下一个30尺的房来用，所以伊就会分杂。啊，伫咧烧接厝的时阵，就用这种五料榫，吼，五料榫就是伊就是用烧对口安尼加起来，吼，伊若准拄着日头咧晒啊是风台的时阵，伊就袂变，吼，互变讲伊会足稳定的，吼。这是伫焊实的部分。啊，目前咱即马台湾吼大量咧修理的迄个历史建筑的历史的。啊，但是通常这历史的较定咧用到的，譬如讲像这叫礼表榫，吼，伊礼表榫这有一个机关，你看伊才会做斜，所以嘛有顶的指分，吼，有分顶管甲下骹。啊，你有这安尼搭吸起来。双边搁搭拍钱啊了，伊就袂脱开啊。所以伊这是嘛是放伫咱所谓的圆啊顶管，圆啊顶管咧用的。啊，另外一种这叫伫因老一辈这嘛叫礼表榫，但是即马咱历史建筑拢打正名叫金轮机，伊有一个日本啊，日本我袂晓，伊是靠照一个钱啊。迄两地合作伙，其实这有的时阵吼，会用伫家具，咱民事家具咧用的时阵嘛用到这，啊，只有伫咱传统建筑的时阵，钱仔的用法无共，吼，譬如讲咱两支茶要烧接，吼，伊两支是烧相的，吼，伊无分干无，但是伊当然伊是两个相对的物件，伊合起来了后，吼，靠中这支钱仔，伊就袂脱开，紧开了，算安尼紧的安尼。用这支钱啊，来紧开安尼，吼啊！你伫咱民事家具的做法吼，伊是用两片钱啊，但是伫咱历史传统的吼，伊是三一支钱啊，按对这边伊就讲，啊，支钱啊吼会做大细头，啊，就愈讲愈暗，愈讲愈暗，互伊暗甲。啊，通常这种物件，咱日本厝有一个构件叫土台，就是土开支台啊，啊，让互人插条的所在。吼，伊叫土台，这种用伫土台的部分，啊，这是用圆的部分，啊，再来就是像这个叫伫历史来讲，这叫台词，啊，但是伊这嘛是对咱汉式衍生出来，这是譬如讲，这是咱的牛，咱的牛若准要烧开的时阵，这是咱的条啊，伊就两支牛烧接了后，烧接了后。啊，开伫咱的条啊，啊开起来，啊伊两支牛都袂脱开啊，啊这伫历史的叫台词，伊嘛有一个迄个历史的名，所以历史的名我较毋知，啊但是这嘛是算伊的牛的孙就对，安尼。是毋是请教阿南师今仔在咱现场要甲咱小示范一下？OK，譬如讲像大多咱有讲的贴斗吼，贴斗的意思其实伊就是有足侪构件落去贴。像咱这粒叫斗，啊，咱有大多有讲所谓的塑啊，还是姜啊，伊拢是靠这种阿里笋，来交，伊就是靠这个阿里笋安尼交落，安尼伊就脱袂开了后，靠咱的刀啊，伊一定有开孔啊，坑落。伊就变一个足窄的，安尼嘛袂走，安尼嘛袂走，所以咱贴斗所有的足多的结构拢是靠一个下里笋。但是我就小可示范一个下里笋要安怎做。啊，像咱大多像摕笔记，一支，像大多我这一定寸尺，我一定有画好啊嘛。啊，我就照这个寸尺，我先打这个下里笋的深度。先用摕笔记来刮开，
吼，安尼咱春笑就拢袂走闪。所以其实伫倒进前，其实拢爱算个就准。准啊，系啊。啊，嘛袂使伤暗。嘛袂使伤暗。你若用茶做的门啊吼，一定落雨天。像遮我台南落雨落10日，迄门啊拢足大。哦，规个拢碰起来。足大啊，你就关袂落啊。哦。啊，即摆若好天，伊就搁来求一芳。啊，为主甲毋知影讲，啊，你离家大芳，啊，这芳就是你有春秋啊。啊，无我若甲你做到嘛，拄嘛落雨天，看你要安怎关？因为茶叶受水也膨胀啊。对。啊，佮再来哦，阮这传统拢有一句话啦，毋是师傅后是鸡头皮啊，叫做鸡翅头啊好用。哦，啊人讲师傅后，你嘛是爱鸡翅头啊好用呢。你鸡翅你工具若无好用哦，看你外厚。就是人国人的工具吼，这物件拢伊的手啊，虽然讲伊也我学，但是手势无共。所以伊的工具我就较少咧家用。啊，我伊爸仔囝嘛共款啦。你的手势我手势无共啊，你用的根本在讲都走顶伊啊。师傅人拢家己的习惯。习惯对。师傅补啦，补头一直补啦，啊较少补。哦。少一直少啦。好，师傅补较少补。工具比少补较重要。对啦。啊，你讲安尼工具是咧趁钱的啊。你两个人要做嘛无法当做。因为即摆大部分吼拢机械化，啊，足侪人，譬如讲，这嘛是讲看我都逐人文资局讲建议啦。你若种讲真正要保护人的传统文化，甲这文化技术的，嘛都爱保护落来。你这手的功夫一定爱，你互这个工班真正咧做的时阵是用手来做，因为这较是咱软体需要去做的所在。我这样学就安尼啊，要哪有机械？无机械呢？迄一支圆啊挑下来哦，是用手机手皮呢。我但是夹布头了，因着还佫学布头学不着咧。我敢若学夹布头，敢若变啊骨啊险险小长的，啊，但你夹无第一破啊，就家己小弟仔怎么做？啊，若机械好啊，早做。哦，这就是咱定咧用的燕尾笋啊。嘿。日本话叫哈利笋。啊，咱这伊的形体就像鸟啊的尾啊，燕子的尾啊安尼啊。咱若种顾客其实都一个倒落去。哦，啊，咱的传统结构就是靠这笋头安尼，安尼，啊，若阵咱贴刀无，吼，咱就贴伫刀啊顶悬，吼，啊物件，譬如讲共款的固件，就一直贴去，安尼就是咱。啊，你若有这粒刀啊吼，你即摆来吼，这个咱这个，比如讲这个贴好啦，啊，换这粒啊，爱就去贴一下。哦，啊，就所以得贴刀就是安尼，对，啊，伊个是伫木瓜刀，一直起安尼。头拄则咱看这阿南师伊用这个笔啊一画，就知影讲吼，迄个角度，迄哈利笋要安怎做？这学功夫3年4个月，敢有法度真正成做一个师傅咧？也这个大目师，这个大目的功夫，在这当今的社会，佫遇到什么款的困扰咧？咱先休困一下，较听继续来讲。这个大目的功夫啊，要养成是真困难。想要来请教到冰师啊，听讲是吼，咧教恁的后生时阵，你敢有特别家教较济？啊，讲甲你用过伫咧学这功夫的时阵，敢有无共款啊？应该讲功夫无咧分后生教啥物人啊，只要恁要学，
我绝对拢嘛无啥物话通去暗砍的啦。暗砍到尾也无半项啊，砍到尾啊，当啊砍含家己也怎砍伊啊，无效啦。哦，啊，阮讲无啥物无共款，因为传统的物件一定拢袂变，绝对袂变，是人咧变，迄个物件绝对袂变。啊，所以因学伊咧学的这段时间是时代的潮流，因为较早有咧做的物件，哇，即卖煞无咧做啊，即卖当然无咧做，敢若讲恁即卖阮咧学，一摆啊来咧修理，就是用拆落来咧修理啊，啊，即卖毋是啊，即卖我毋知影政府安怎想啦，啊，较早咧修理，拢是私人的比如咧修理，啊，即卖咧修理无啊。拢是政府出资啊，啊，所以政府有颁布一个文资法啊，哦，啊，就是咧分一个讲，啊，你要落价敢唔落价啊？啊，我在我咧想啦，对阮后生嘛有讲啊，你要落价，像这内底这做法，我若无甲恁计算，还是甲恁教，恁嘛唔知影迄个物件是要放哪倒，啊，就按哪去做，啊，你做起来爱牵连到地动的问题啊。是讲上界重要建筑，无论新建筑、古建筑，除了火烧以外，上惊大自然的就是地动啊。吼，啊，这重要的物件，你要安怎用会好？这上重要啊！啊，咱的政府就讲，我想讲就去批评啊。吼，啊嘛无好处啦。啊，但是希望讲我是讲交代讲，因咧学的过程，该学的、该做的。恁绝对唔通去，OK 过来 OK 来啊！吼，师傅我无论啥拢共款啦，因为足侪人含我有学过，啊，为到一半就走啊，就无爱去大，哦，啊，就是讲你这款传统功夫你要学，绝对爱有政府有那爱出我本钱啦，哦，啊无你敢若补修，够效，无效啊。啊，就爱讲看因即卖因的感觉安怎啊？啊，那我的感觉就是希望讲咱的政府会当讲，要安怎讲，对这款传统建筑的技术吼，较古早化咧，莫像现代化。你讲无毋对，含时间做行无毋对啦。啊，但是有一款物件，你就是爱用手学啊，啊无你要安怎做袂起来。啊，其实亲像师傅所讲的吼，拄则讲迄个落价，也是讲无落价，迄个落价意思就是讲，甲物件规个拢甲拆开就对啦，毋是辣介绍迄个落价啦吼，就是讲其实讲迄个物件爱规拢拆开啊。你就是讲当落来，遮师啊嘛较讲无做来讲，伊嘛讲吼，即个物件安尼，有学一个基本伊看到。因为你学知啊吼，无可能你逐项都看甲够啦，无可能啦。师傅3冬4月你嘛无啊，嘛无可能教你遐济啊。啊，所以你有落来，你就是为头看到尾。啊，即摆落来了，修理好，佮再组起哩。啊，莫干那学遐伫遐补，像咧补衫。对，安尼我想要请教阿南师，就是讲你真做一个少年一代大目师傅吼，你认为讲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或是讲做的过程当中，你认为你遇到上界大的困难是啥物？其实遇到上大的困难就是你想要做，但是无物件互你做。上大呀，因为像譬如讲，咱有足侪物件吼，就是延续达到迄个话题，你无落价，你完全毋知影讲过去的物件顺头安怎做。啊，再来就是迄个，譬如讲，其实咱讲咧一间厝要安怎起，你即个物件你无对头开始咧捌，你根本你都毋知影，起头要安怎起头。包括像早期教阮爸咧学的时阵，伊毋是叫我学这个工具，伊是讲南啊来。白豆客钢推啊、钉啊、沙咧，当来现场放样。伊讲，因为伊发现，对伊按对迄时阵传统建筑无咧做的时阵，伊一阵仔时间去顶班无。但是因为伊的传统的技术上重要的就是现场放样。你一间厝你也放样无准，规间厝都歪去啦。嘿啊，骗一号啊，就差8厘啊。所以伊介重视的就是讲来。我带你来现场放样，
因为你这间厝要安怎起到会四正会稳，就是家在你一开始放油。人讲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其实是你下骹先歪，顶挂较无正。你下骹若无正，你安怎起就是拢歪一边。所以放油这个物件是一个起一间建筑上重要的代志。咱即马介可惜的，就是我咧学师的时阵，好加载是讲吼有，比如讲921雾峰强保地有半岛全岛，搁有伫卫生味堂全部拆来，互阮顶放油来做。吼，搁来搁伫迄个。卖了中环宫嘛是有放油的所在，互我去学习。变成讲我有法度去学到这个物件，但是现代的师啊，因为大部分人文资法咧修理，除非你放火去烧伊，也是规个倒伊了，你靠后头顶起。但是大部分的修理拢叫你卖落价，你若无落价，你遮你就无通去学习。第一，你放油无通去学习；第二，你榫头无通去学习；第三，你迄个结构的想法你无通去学习。这就是即马我是感觉，我若准对学师到即马拄着介困难的代志，就是你想要做，无物件互你做一件代志，安尼。对，因为我嘛压得起标，所以你无法度做。对，也安尼想要请教评师啊吼，就是讲其实讲起来这个问题是沉重啦，就讲因为咱想要做，无物件通好做吼，也毋知评师对这个大目的这个功夫，你敢有啥物款的期待甲愿望？咱是希望政府用这，我看是无单啊写批讲难啦，吼，难啦。啊，阮做的是人讲高手伫民间啦。今仔日阮真感谢公司有这个时间来还讲这个话，就是讲会当讲出心内的话。啊，嘛毋是讲咧批评政府啦，政府要做代志足济啦。这个文资法是内面的其中一种尔，吼。啊，你要逐项讲照咱讲的安尼去做啊到，政府嘛无可能。啊，所以阮拢尽量去找一寡和民间，毋免着用着文资法的，这份伊咧做的工作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你若要讲毋望政府来用这，我含受都毋敢受啦。啊是有咧做啦，啊都足慢啦。啊，你也看短几十年，我自做囡仔到这时80岁要到啊。啊，我想要做，无法力啊，无力啦，啊就毋望用啦。吼，啊当然，这款技术我是希望讲一代传一代落。这份我传阮囝，阮孙以后嘛毋知有要做无，我嘛毋知。但是有别人来学，咱尽量去个传承咧，这部功夫卖又无去啊。啊都安尼啊，我嘛毋知要安怎呢。吼，也安尼阿南师，你真做一个少年辈，你敢有其他较无同款的想法？比如讲，咱就卖耍积木啊，来耍这稻笋的工课啊。毋知你敢有其他的款，就是较文创，还是讲其他有变化的想法无啊？其实是有啦，因为像最近我有家己有一寡计划，但是本身家己就是做嘛是咧换头，所以较无时间。但是阮家己本身有一个计划，阮想讲，阮若阵会当把遮的物件变做讲较互一般的人会当去接触。哦，比如讲打人的笋头的物件，哦，大目用着笋头的物件。是现伫咱一般生活当中，比如讲，我会当用铁刀做笋做一条刀啊，哦，也是用笋头的方式做一条椅啊。虽然讲咱传统椅有传统椅啊，但是咱若总看到这条椅啊，就会当想到讲，这是大目的物件。当然像这条路，若准要继续行，嘛是爱靠家己啦。要想办法，互家己有继续延续落去。除了这个功夫无失传了，佮要安怎，互大家知影来了解，莫讲就像大多主持人讲，咱空看新闻，到尾这个建筑体其实有足多美感、足多水，佮足多爱达到咱学习的物件，会当互大家会当是去变讲一种常识，互人会当去接受安尼。大家人若准政府咧修理过一个话来讲，安尼嘛是会讲较定性的。
对，咱也是总是希望讲吼，咱的政府伫咧斗相共，不管这是民间的艺术也好，或者是讲民间这古迹也好呢，其实事实上咱拢知影讲，其实真侪技术啊，这珍贵的部分，伊是在咱的师傅的身躯顶，所以其实咱爱对这款的工艺这的文化呢，会当更加加一份的疼惜的关怀，更加去了解到讲这个物件要安怎甲伊修好，再达到上好的所在。那今日非常感谢两位师吼来到现场，甲咱开讲较尼济，非常感谢，感谢。讲到这个大目啊，就爱做甲麻，这个拍笋就爱做甲半点无差。那阵咱行去庙里，行去古迹，行头家详细看，才发现讲这传统的工艺甲技术就接。来邀请的观众朋友呢，对咱的身躯边所有这的文化事、文化的物件，加一份的关心甲疼惜，咱台湾的文化会当有愈来愈好的未来。也意外邀请来观众朋友后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，这是台湾款，我是嘉豪，咱再会。非常感谢两位老师。